去年8月才打成立的台南市醫生協會，會址位佇咧永康區永大路2段，為服務較濟弱勢民眾，特別佇安南區省立會館，這個場地由副理事長何長志提供，會內所有幹部也攏出錢出力以外，尤其是蕭瑜龍、陳月霞，更是加碼贊助整修的費用，為了就是希望會當早日展開服務關懷，熱心公益，使人感動。甲白七天，協會也辦理物資發送，溫暖就百、溫嵐2里，總共167戶家收。安南區長魏文貴特別感謝醫生協會對着弱勢族群的無私奉獻。今仔除了揭牌以外，我們也同時發放在地2里的物資會使講除了這關懷弱勢以外呢，那未來他們要做的事情其實已經規劃好，也規劃了相當多，例如說。平常，咱也是無錢通去食飯的其實人因嘛要提供免費的便當，來供應給這些弱勢食一頓咱所謂的溫飽，讓這弱勢呢會當感受到，只要若住佇咱安南區，咱就會受到咱的關懷甲溫暖。理事長譚忠信表示，醫生協會佇咧去年8月10日成立，目前會員人數大約是140人。服務內容包含急難救助、中低收入戶生活改善、重大社會事件救助等。民眾若有相關服務需求，攏會當向因聯絡。我們是在114年的8月16號成立的。那目前會員數呢有100多人那我們主要的服務對象就是一般的急難救助，只要你有需要你在那個網絡上可以搜尋到我們。也可以來到我們安南會館，然後來這邊看有任何需要幫助的，我們一定會鼎力相助。除了以上的公益服務，協會每禮拜1到拜5，佇咧拜安路2段520號，嘛有愛心便當發送，實際幫助家收弱勢、身障族群，也希望認同因關懷理念的朋友，做伙加入醫生協會行列。台南新聞張世維採訪報道。